额娘，小林子不会的。皇上，要不要传皇后娘娘问个清楚？或者传容佩问清原委？可是，容佩是皇后娘娘的心腹，又是个硬骨头，怎么也不会说出对皇后娘娘不利之语。而且奴才听说，小林子在翊坤宫伺候的时候，容佩对他也是格外的照顾。皇上，12阿哥受到惊吓，这里人多也不方便，臣妾就先带12阿哥回永寿宫安置吧。好，先把他带下去。是。这12阿哥，奴才护着您。你去查凌云彻在不在御花园？为何在此？查完之后回来禀报。这。快！来。额娘，咱们回去吧。额娘，咱们回去吧。好，阿哥，您喝口水歇歇。没什么破绽吧？您放心吧，奴才给喂点山参药，12阿哥一觉醒过来，那野菌的毒性就过去了，谁也查不出什么。至于那个小栗子，奴才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您就放心吧。那就好，照顾好12阿哥，我去看皇上。是。根本没有的事儿，永基怎么会卷了进去？永基呢？晋忠刚送回我那儿，他状况有点不好。姐姐，我想先别让他瞧见你吧。这件事我也觉得有点古怪，我已经让姜太医替永基把过脉了，没查出什么。永基今日的膳食我也派人查了，也没什么异状。我母子被人算计了，这招真是太狠了。这件事如今把永基卷了进来，一来皇上更易听信，二来会造成姐姐母子疏离。姐姐有什么打算？皇上已经将凌云彻送去慎刑司了。是，凌云彻那里自然是没招出什么，但皇上已经派人严刑拷打，想必心里是认定此事了。一旦皇上认定此事，凌云彻要活着出来，怕是难了。姐姐，与其由皇上亲口下令杀了凌云彻，倒不如姐姐先动手。或许
皇上，永基呢？十二阿哥服了安神药，睡了一晌午，睡醒后，臣妾派人送回于妃那儿了。这孩子受到了惊吓，迷迷糊糊的，怕是也不大记得什么了。不记得才好。皇上，这事儿可不能声张出去，一旦声张，便是天大的丑闻呐。而且，您还得顾着皇后娘娘的脸面呢。她不配做皇后。永基，你到底有没有看到皇额娘和林侍卫？十二弟，你真的看到了吗？吴哥，真是我说的吗？我真不记得了。于娘娘，是我害了皇额娘吗？都怪我。永基乖，不哭了。怎么会怪你呢？这事儿不怪你啊。你先回房里休息吧。泽之，珠儿，带12阿哥回房间，好生照顾着。是，12哥。去吧。你皇阿玛那边现在什么状况？按照皇阿玛的性子，凌云彻迟早是保不住了。在这之前，一定受尽折磨，生不如死。还有皇额娘那儿，若是皇阿玛动了废后的心思，便不好办了。珠儿，您别急，两位阿哥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这两个孩子生下来就体弱，一个得了风寒，另一个一定会染上的。这高热不退，可怎生是好啊？这皇上不是已经允许您来探望了吗？但皇上为何还不让本宫带回永禄和永泉呢？皇上因为皇后才把他们送到寿康宫的，不让本宫养，也不让本宫见。可皇上如今不也厌恶皇后了吗？皇后已经自顾不暇了。等两位阿哥好了，皇上一定会让您接他们回永寿宫的。快！军中，现在皇后那儿什么情况？奴才听说皇后娘娘还是在拼命的追查，看来皇后娘娘还是想救小林子。皇后就那么想让凌云彻活下来吗？奴才也不明白，一个小林子有那么要紧吗？何况12阿哥这儿还病着，唉。王禅，你留下照顾好阿哥们，本宫去就回。这。春禅，军中到底怎么说的？皇上怕是要处死凌云彻了。小栗子的确可疑，可是姐姐告诉皇上也没有用啊。小栗子明显就是被人灭口的，而且小栗子伺候永基膳食，这问题很可能就出在膳食上。这就是那日永基的膳本。香熏肉片，香熏野熏。我年少的时候在南方曾经听说，有人吃了有毒的野熏中毒而亡的，且熏类相似异混。问题会不会就出在这儿了？姐姐，12阿哥的膳食当日都有人尝过的，就算真的有毒，姜太医也会查出来的。试菜的人不过就吃3筷子，或许吃的少没事儿，吃的多就容易出危险的。荣佩，你好好的去御膳房仔细查，然后再告诉江宇彬，让他去看看哪些野熏和御膳房用的香薰形状相似，
都会有哪些症状？是。姐姐觉得这样查有用吗？查下去总会有蛛丝马迹，或许能救了凌云彻。没有时间了，姐姐你怎么不明白？皇上记恨的就是凌云彻，凌云彻不除，你再怎么查，皇上也会认为你是为了凌云彻而在想办法的。姐姐越查，皇上越不高兴，凌云彻就越有可能受罪，姐姐也会越危险。你想说什么？姐姐如果想要除掉皇上的疑心，就要除了凌云彻。你以为除了凌云彻就能解决一切吗？而且如果凌云彻是因为我而死的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。永基也会觉得是他的过错害死了凌云彻，那他的心结就永远都解不了了。我会好好查出来的，你可不要轻举妄动。我听姐姐的。你没事？姑姑，您自个儿进去吧，得快着点儿。多谢公公。奴婢去外面守着，主儿，您自个儿小心一些。云彻哥哥，是我。水仙寺苦地，灵妃娘娘如此尊贵，怎可以踏足于此啊？我知道你受了重刑，就带了药来，可以止血止痛，会让你好受些。灵妃娘娘美意，奴才心领了。还有，我亲自下厨，做了些小菜，都是你曾经最爱吃的，尝尝吧。曾经喜欢的，现在未必喜欢。灵妃娘娘，今日一身宫女打扮，夜行来此，还带了如此多美味佳肴。这是要送我上路啊！你还真是不怕忌讳。其实，你犯了男人最不该犯的忌讳。
是必死无疑了。当年进紫禁城，都是你陪着我。如今你要走入末路，我也来送送你。奴才不敢高攀旧日情谊。都临脸了，你还是这么恨我？奴才为何要恨令妃娘娘？难不成奴才今日不人不鬼，是拜你所赐？云彻哥哥，难道在你心里，我就这般模样吗？昔日的夜晚，我从未忘记。这个云是我，凌云彻；这个燕子是你，魏燕婉。这云是云彻，燕儿是燕婉。这份情谊，我谢过你。多谢令妃娘娘大恩。主儿，您别再想了。好像是令妃，看样子刚从审刑司出来。走吧。余主，奴才再多句嘴。您的意思，皇后娘娘一直反对。三宝，本宫无论做什么，都是为了姐姐好。奴才明白。你是？这位是于妃娘娘，请于妃娘娘安。都起来吧。娘娘，
您怎么贵步到这阿杂的地方来了？我看你的舌头是不想要了，于妃娘娘的事儿也敢过问？奴才不敢。这凌云彻是在里边吧？在。刚有圣宫的宫女也来瞧过他。你们都牢牢地记着，本宫是奉了皇后娘娘之命而来的。是，于妃娘娘请。免礼，你就别起来了。请于妃娘娘安。方才我见到令妃来此，真没想到她为了你，愿意来此污秽之地，也算是对你有心了。是啊，这明明是我跟令妃有情，却玷污了皇后娘娘的清誉啊！我就是为了此事而来的。姐姐一直怀疑小栗子的事，不停地在追查。如今小栗子死了，姐姐为了解12阿哥的心结，也为了证明他与你之间的清白，仍然继续在追查。你也是男人，你知道在皇上的眼里，姐姐的追查代表着什么吗？奴才知道，皇上会觉得皇后娘娘这么做是为了要保住奴才的性命，皇上也会更加记恨皇后娘娘。这皇后娘娘将来的日子也会更加危险。所以呀，只要奴才立刻死去，此事也能有个了结。你明白就好。你关心姐姐，和我关心姐姐是一样的。你虽然非死不可，但却不可以自裁。是啊，于妃娘娘所言极是。奴才要是自裁了，就坐实了畏罪自杀的罪名，那样皇后娘娘的冤屈也洗脱不了了。所以，只有以皇后娘娘的名义赐死，才能解皇上的心头之恨呢，换几分皇上对皇后娘娘的相信。不愧是在御前待了这么久，皇上的心思，你果真都明白。哼，于妃娘娘，奴才多谢您的成全。本宫才应该多谢林大人的成全。都查仔细了。娘娘，奴才确实都查仔细了。小栗子家一贫如洗，平常除了在宫中日常的差事，也没人见过她跟谁有特别的来往，实在查不出什么可疑。姜太医那儿呢，还在翻查野讯，但野讯繁杂，一时如大海捞针，目前也没查出什么对得上的。接着往下查，就能查得到。娘娘，真的要继续查下去吗？别像于妃娘娘说的，再查下去，怕激怒了皇上。
李煜，不管野训的种类有多繁杂，哪怕如大海捞针，也要让江宇彬查到底。我一直想问林大人，究竟对姐姐是何等情谊？于妃娘娘，不知您是否相信，有一种情感是超越男女之情的。是啊，很多人都不会相信，但是皇后娘娘懂得，我便足够了。无论相隔再远，哪怕只是偶然一见，我只要能看见他真心笑颜，便已心安。若是不能，那就以我性命换他安好。我从前不信这世间上有这般情感，因着林大人，我信了。多谢娘娘。林大人还有什么未了的事，你尽管交代，我一定替你达成。这是我跟燕婉的定情信物。这东西我见他带过，当时还以为他怎么会稀罕这般不值钱的东西。我知道，很多事儿燕婉都会有嫌疑。这枚戒指，来日或许会派上用场。你既然有此物，当时为何不拿出来，证明你跟令妃的流言是真的？能证明我与令妃的流言为真，也不能解释我与皇后娘娘的流言为虚呀。其实奴才觉得，令妃的心性并非如此，只是被她的额娘、弟弟，还有出身逼迫所致。这世上多的是家世艰难、家人凉薄之人，也不见他们变得跟他一般心狠手毒。这是他个人的问题，与他人无关。你无需再替他找借口推脱。你可还有话要对姐姐说？我一定会替你如实转达。就请皇后娘娘善自珍重吧。那就赐你加官进爵，一路好走。奴才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凌云彻，谢皇后娘娘、于妃娘娘大恩。三宝，带林大人走吧。余主，
要不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，令小玲子跟娘娘冤枉啊！三宝事已至此，已无回旋之力了。走吧。林大人呐，对不住您了。以后啊，奴才年年给您烧香磕头。好香啊！是不是梅花开了？是啊。头先进来的时候，是看见外面的腊梅开了，只可惜天寒风雪时，不能再为皇后娘娘折一枝梅花相送了。来年你若是来看我，带一枝梅花就好。哎，余主，凌大人走了。焦永琪，去通报皇上吧。这皇后娘娘那边，我累了。皇后娘娘那边，明日再说。皇阿玛，皇娘昨夜已命人将凌云彻处死。他怎么死的？加官进爵。皇后她下手倒是不轻啊，却还是便宜了他。你打算怎么处置？宫中一个贱奴，按规矩拖出去烧化就是了。皇阿玛，皇娘的清誉为死人所玷污，皇娘也恼得很。可儿臣说一句，御花园之事实在不可当真。事后连12弟自己都不记得发生了什么。永基也是病殃殃的，他见到皇后也很愧悔吧。无事的话，让他少去翊坤宫，也给皇后留点颜面。儿臣明白。皇阿玛，这是不怪皇娘了。儿臣僭越，本不该质问后宫之事，可也希望皇阿玛和皇阿娘体同一心，不要因外人外事生了误会，彼此离心。要离心的不是朕。皇阿娘一生所靠，唯有皇阿玛。罢了，皇后没让朕脏了手，也算是有心了。朕也不想大动干戈，那个人扔去乱葬岗。这件事就先到这儿，你先回去吧。
是，儿臣告退。是我做的。皇上已经命永琪将凌云彻扔去了乱葬岗，也算是泄了愤。这件事就算了了，再也不会伤害姐姐了。我知道姐姐要我不要轻举妄动，可我是为了姐姐好。我自问为了姐姐，并没有做错。你若生气，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可你真的觉得我做错了吗？其实凌云彻是明白时局的，是他愿意为了姐姐去死。他不希望姐姐的清白被他玷污，宁以自己一死，彻底解了姐姐的困境，换姐姐安然无恙。他还给了我一枚戒指，是他跟魏嫣婉的定情信物，后头有着燕舞云间的图案，和着两个人的名字。他希望有一天这枚戒指可以帮到姐姐。我已经查到永琪吃的香薰可能有问题，我能查清楚的。等我查清楚了，就还给凌云彻清白了。凌云彻死前，我问过他，对姐姐究竟是何种情感？他说，有一种情感是超越男女之情。他说姐姐懂的。在这红墙里边，在我寒冷彻骨的时候，给我温暖的是你和凌云彻。你我相伴多年，凌云彻亦是互相扶持。无关情爱，只有相知。海兰啊，我知道你那么做是为了我。